大家好，我係嚟自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嘅李子龍。今日我會介紹俾大家睇下我呢一款發明。我呢個發明叫做太空吸擦助手。靈感係嚟自由於我每次做功課都會產生大量嘅擦膠碎，而令我感到非常困擾。於是我就設計出呢一個發明。呢個發明可以令我處理咗一個擦膠碎嘅過程咧變得更加簡單。佢嘅外形係用剩嘅紙皮同埋舊玩具嘅摩打嚟整嘅。我哋而家嚟測試一下。呢啲呢，就係我平時做功課會擦剩嘅擦膠碎。呢部機器嘅操作原理都好簡單，只要喺背後開啟呢個箱，再開啟電池盒，關閉返呢個開位，就可以開始吸啦。喺吸完之後，只要將後邊嗰個蓋再開多次，然後關閉電池盒，就可以輕鬆咁樣將嗰啲擦膠碎倒入垃圾桶。多謝大家。